中國規模最大嘅騎樓居然唔喺廣州，而喺廣東江門開平赤坎華僑古鎮。因為呢度有穿越百年嘅民國建築群啊，所以《讓子彈飛》一代宗師醉拳二等大片都喺呢度取景拍攝噶。而赤坎嘅發展實際上始於關氏同司徒氏呢兩大家族。明末清初嘅時候，呢兩大家族之間嘅爭雄就已經開始上演啦。關氏建咗東興街，司徒氏就建長興街。你建上埠，我就建下埠。去到清朝光緒年間，兩大家族聯合創辦咗赤坎商會，管理商戶，解決商業糾紛，籌建馬路。兩者之間嘅明爭暗鬥，不知不覺帶動咗赤坎經濟騰飛。民國時期，海外嘅赤坎華僑起咗600幾座騎樓啊，連水泥都係從國外坐船運翻嚟嘅。呢啲中西合璧嘅騎樓，歷經300幾年風雨不倒，可以話係大門大戶啦。唔怪之得迪麗熱巴、張凌克等明星參與嘅《開始推理拜二》都喺呢度拍攝啊，借助呢度原汁原味、全沉浸嘅民國風光，勾勒出一系列民國背景嘅懸疑認親故事。而到咗現世，世家大族出身嘅赤坎古鎮都喺度努力為遊客送財。一行入門口，榮安樓上從此發財4個大字啊，直接將財氣送到遊客眼前。景區各處藏住88個財神仔，揾到財神嘅人今年一定旺。連奶茶嘅主題都係豬籠入水，即係財源廣進嘅意思。中意影相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啦！真係隨手一拍都係日出屏幕嘅民國故事感。你可以懷疑我嘅審美，但你要相信啊，成龍、梁朝偉、王家衛、姜文、葛優係唔會揀錯地方㗎。